虽然天气不稳定，不时落大雨，不过为了帮助会库增加库存，协助医护人员顺利医治重大伤病，淡市消防局邀集义消总队做伙发起关怀行动。避免疫情期间，大家尽量拢无出门，伫暑假前就提早欠费为基。商务局长嘛亲自到场关怀，不过因为做疫苗也未到2礼拜，所以只好稍等一下。有姐拍火兄弟先拍头阵。最近看到血荒非常严重，那了解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很多善心人士都没有去捐血，所以血库闹血荒。那我就跟我们的义消总队长就发起我们的警义消同仁呢，大家来踊跃的捐血。那么也呼吁社会大众大家能够踊跃的捐血。但是捐血的时候，请要注意不要群聚哈。据了解，淡市义消编制都有3500位，所以消息一出，这义消拢前来热情响应。为了回馈这群兄弟爱心，这捐500cc也送600块的卖场礼券。血荒的问题了哈，也特地了哈，吕局长的指示下哈，然后办这个捐血活动，希望哈大家好能够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，让医护人员有充够的血了来给一些需要血的人了。今天就是一部捐血车，差不多250个，希望大家赶快出来捐血，捐血一袋救人一命。受限疫情关系，关怀车嘛做好完善的防疫甲社交距离等规定，互拍火兄弟会当安心拥有发挥爱心来关怀。但新闻军及何秋邦采访报道。